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初10，希伯来书6章17节安尼讲：上帝爱遐承接应允的人较实在，伊的计划袂改变，所以用立誓来保证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承接应允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完全良善、完全圣洁、完全怜悯、完全了赦。至悬、至大、至圣、至善的独一真神上帝，主啊，你庇佑阮，脱离伫这个冤巧世代的人，因为困苦的人的冤枉，甲丧向人的讨亏，你若要起来，安置阮伫阮所切切羡慕稳当的所在。主啊，伫阮的境遇中，你将你不变的疼来赏赐阮，因为你爱阮这承接应允的人较实在，你的计划袂改变，因为你用立誓来永远保证，你永远听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听咱的主，伊对咱生命的计划永无改变，伊用永远的听来听咱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